等陣你會 send 你 link 去 WhatsApp 喎。會使。你 send 我啊，唔該，我中意用 phone share 嘅咩？又都係 laptop 嚟。I think live tapi bagian lang thu je bagian我當圖啫，平常時話有隻手嘅，往隻刀落試過嚟嘅，見咩有啲落嘅，即係 mini show 啊，件事mini show 嚟是好多人講 special guest。OK， 我 space 啲下邊嘅呀，link 到啲得會以後你使 copy send 去WhatsApp 啫。龍我俾我叫咯，WhatsApp。當然隻影嘅，好似我啲 Mac 嗰啲 copy 啦，對，本子就係 paste 啊，我唔制，我就隻叫我直接 iCloud，係嚟，我見到實啦，依家 post 上面嘅網紅，等陣，依bằng áng à，bằng áng星啊，等陣，bằng áng星，bằng áng只冇影要做令啦硬講，係啦，我屌啊，搞我屌啊。是白咩？我就大隻不是貴人講啊，唔知做啊。我就去不是 live 就係，就去落 form 啊，就去。哦，form 佢夾住係咩？冇講臭話啊！夾住會使講臭話，就去。夾住會使講臭話，夾住會使講去掠搞數令咩？即係講吉利嘅嘢未使。嗱，我能做即係。都能快掉，講清楚。Dusky Langer， Watch you， Lang， 你冇講過咩？咦，你一blonde 嘅喎，一件毛話見。你中意食無常嘅嘢買嗬？等陣看你個妹。等陣看你個妹。OK，來三位，讓，但我未記 post 我記 Facebook 喂。你記 post Facebook 等陣話，keep Penang Hokkien。我能 post 啊。Facebook/Penang Hokkien。等我看者，就去看者嚇，看下來。大家注意到伊啊。嗱，我嗱。咦，我睇未曉。你看到裏邊呀？冇咯？嚇。看到裏邊呀？你看到我你Penang Hokkien 嘅，哎有啲新嘅 Facebook 我真係未曉咯，就行㗎了。按他 post 啥新嘅 Facebook？嗱。有人問 John can only see your face。嚇？你看到呢邊呀？把你啲 Facebook 嗰邊，啊，對，到啲 O 位呢嚇，到啲看到一邊到 O 位，對，我會 start 個。誒 ，new and that boss。誒，想嘅咩？啷啊？老舊件啊，定嘅？劉影啊，老舊件啊。老舊件啊，當你電話係我你 microphone 嘅 line 啊，我聽哦是beaucoup beaucoup 聽到得。對。丟你 phone。OK，你使啦。OK 啦嗬。OK，我 post 啲嚟，咁嚟實start啦。我能準備好了。OK，準備好了。準備，我學緊話未啦，未起我學緊。講到半地下，肯定接嚟另外一出事，我能學時啊學緊話。哦 ，OK，時啊學緊話。你唔係去掠狗啊嘛？就係。掠狗啊！我就過去掠狗啊。鄧狗。掠狗是啱咩？鄧狗是詐欺。OK，聽台啊。聽台 ，One AOBS，OK。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人到對嚟收聽Penang Hokkien嘅節目，也希望愛人唔愛頭。這禮拜我哋有幾啊 Ken，有老椒個來，個有椒，個有個有垃圾，個有老狗。你這個禮拜咧，我哋介紹誒特別嘉賓嘅啦，係貴店啦嚇。我哋特別嘉賓就是老椒阿龍，歡迎。大家好。然後老椒阿龍個傳到部老舊件嚟個，特別個有阿三垃圾新椒變老，差唔多要變老椒個幾禮拜歡迎阿三垃圾歡迎。Hello， 人好。阿三垃圾到啲加拿大
了加龍到啲韓國，แล้ว個老狗即佢隻老狗囝，個咧老狗囝咧都隻老狗囝歡迎。Hello。哇！等陣我就 spotlight 啷隻聲，叫回來。老狗囝你等陣我看每個得一隻老狗囝聲。我喺經住追。等陣我俾多謝先啊，俾多謝。啊，俾多謝先先啊，先先。老狗。冇頭我嘅聲，啊冇頭我嘅聲。冇叫咩？冇搞嘢咩？只係呢條，嚟介紹就講介紹起聲你。哦，阿丁我姓啦嚇，我是刁，人叫我毛毛叔叔，應該毛姐叔。哦，話咩叫毛毛叔叔嘅？個叔叔嘅。搞住毛隻超啊！叔叔係咩意思？叔叔是古靈嘅。uncle。哦，古靈啊！兩人有毛毛菇啊，佢有一個毛毛直嘛，是毛毛姐，是毛毛菇毛毛直，阿妹叫毛毛菇啊，是毛椒呢，毛椒直。我話你超摸字喎，你超摸字喎。哦，白節啦，我嗰時候掉一隻 topic，係咪先？成褲毛，能講？成褲毛就係地位咯。掉啦，咱特會本講，咱特會講頭頂講嘅盧卡地，後生都係啲啊話。啊。對，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แล้ว另外一隻咧，另外一隻老狗咧就 OK， 即係毛毛直แล้ว我直啊，嘅我是啊老狗子，還是叫我好好姐姐，老狗子咯，老狗子，知啊，誒，有一隻人講我成十幾歲了，十個見啦，啊，我是get 叫即係白鏡隻小狗啊，即係白鏡狗啊。所以這裡是我人嘅團隊咯，所以我會使叫我老狗子，老狗子啦，แล้ว個另外一隻咧，個另外一隻狗裏邊啊你 ？OK， 我是叫Music 哥哥，Music 哥哥，哦，成日前面嗰個，前面嚇對唔對？你做乜是叫 Music 哥哥咧？嚇，然後寫歌係咩物件？就寫是老狗歌，老狗詞係咪？哦，一是叫瓜哥。瓜哥啦，台灣嘅瓜哥啊，瓜哥是超期啦，講超期。對，哦，咪是 Mandarin 是叫哥啦，แล้ว特別啦學嘅話哥咯，瓜哥嚇，瓜哥，誒，你做咩只老狗瓜呀？你唔是我人嘅老狗嘅歌咧，這裡是非洲嘅。這是主哦，人嘅老狗冇上聲，看到沒搞都搞啊，你在笑啊？冇上聲嚇。แล้วก็一隻狗，阿妹一隻狗，一隻阿妹定一隻錢啊，我係叫哥哥啊，這班啊錢都好了。係咪？阿錢哥，雷啊，阿錢啊，阿雷哥啊，阿雷狗，誒雷狗好彈就係老狗夠槍，瓜狗。雷狗啊，雷狗，瓜狗，雷狗啊，冇你瓜哥，狗子咯，毛毛直，有一個直，一個子，一個高嘅一隻狗，對，瓜狗，出味咯。OK，等我小下，等我口味叫毛毛直啦，老狗子，瓜哥加雷狗，
OK，แล้ว歡迎你人你講看你人嘅這組團這店啊，樣子叫咩下龍？樣嘅組接，是組接咯。OK，我人你講我人嘅團體是唔是？我人店咧，project 店咧，佢哋揾 logo 喺這邊哦。冇你好，阿直嘅超嘅到嚟，阿直嘅超嘅到嚟，阿直超嘅到嚟。我揸掉啊！阿直是頭殼頂。OK， 我是這裡兩個 project 邊咧 LPP 嘅頭咯，所以我是2016年嘅時候，喺讀掉我嘅博士嘅時咧，做嘅這裡社區團隊咯。問少啊，人老教子是博士嚟啊。博士阿未畢業喎，應該都係準博士。準博士係使叫準博士啦。真係畢業啊！真係畢業。做咩好？博阿未教博個，叫博未博了個，特別個博吹個啦。所以我是研究這裡白鏡狗咯。即你識整嘅白鴿狗啊，一隻青白鴿啊。叫伊嘅燈籠是叫眼睛實葉猴，然後阿毛是叫 Dusky Langer，有迄個阿毛字這邊哦。伊是隻曉嘅白鴿狗，隻曉白鴿狗。隻曉，特別伊唔是隻曉爾，伊有隻龜子啊，有隻花，你看咯。伊是隻隻，伊唔是隻白啊，伊拜叫王爺。伊人本是有食白，伊人有但是有食迄個糖啊，食迄個嗰個咩啊？昆蟲，所以唔是 herbivore 啦，伊是 omnivore。伊是 folivorous， 我人叫 folivorous。folivorous mean 實葉猴食葉嘅，食葉嘅禽獸啊，叫folivorous 咯。嗰隻先嘅朋友，先招是裝，先招我唔捌看過喎，先招 ，hello，哇，你厝咧水一個來是裝來講嘅，好嘅人嚟。你做嘅按摩牌咧 ，Greek，你是先招下頭走來後。第到嚟。哦，歡迎，你叫咩名？唔使報名。哦，阿妹個嚇。我係你慢慢想，冇丟是這解嚇。然後你把你個接來嘛，所以我介紹你就話即店入面嘅人，แล้ว是裝一下。我人有阿森拉沙 Canada 加拿大，แล้ว個阿龍後頂阿龍紅曬，แล้ว個我即店嘅老狗即店嘅老狗朋友老狗囝，แล้ว隻手朋友看起咧，就是毛毛狗啦，毛毛隻啦，แล้ว老狗子，แล้ว個有掛個，แล้ว個老狗，驢狗，แล้ว但我可能考慮想啫，成日你到底到位當今先招講到 Spain。細班嘅，你是大細班嘅大，四班嘅大，你是對四班嘅大啲邊啊？唔是去佚佗啊？是大正大。哦，哎呀，不過這 Buenos Dias。阿妹有人咩？冇人啊！哇，先，嗱，你講講謝，嚟。Hablo un poquito español. Habla español. 你等講四班嘅話喺度。四班嘅咱會看。講話聲。咱講四班嘅個葡萄嘅。葡萄嘅，個豆嘅嗱，豆嘅把你個嚟呢？四班嘅豆嘅。高一叫啊，咪俾佢。豆嘅咯，一件事。你是阿 John 嘅棒球。producer 嚟。意思叫豆嘅，豆嘅都冇聲。豆嘅冇聲啊。是豆嘅是 Glen 嘅人，所以伊學嘅話老巷就冇。嘢是豆嘅，冇嘅，老巷啊。想問佢換阿 John。
你是长线话，一个混，我是 original 的，OK。original 啊。我啦，你問成個啲豆哥就是 original 啊。我從頭到他是 original 嘅。係先。你唔是咩馬來西亞咩？我沒選啦，我 original 啦。你 OK， 等陣我確定會每對對這個石文嘅。石文嘅走啲啊！我每日都到路以來，我每日都啲特別靚是到路。介紹 ，OK， 咪見到我講到啲你老狗我俾聽。我講你食食曉會北京狗。只曉北京狗，你你做接嗬，你是電人是安怎拔掉你？安怎會做去即學老狗物件？OK， 頭嘅時咧是我一人接巴爾咯，我寫我論文嘛，所以我家己接巴，家己寫迄個 data 㗎了。特別咧，我慢慢咧，我感覺到咧，我一人嗬，我未做咗一隻物件，像我一叫查某，查某是唔是接巴了？我唔知發生。對啦，所以嗬，迄陣時我嘛像我人做嘅款嘅像保護即禽獸嘅物件嗬，我人愛類嘛，所以我人是買迄個像international 嘅 grant 咯，像迄個佇英國啊、甲美國啊，伊人互我人類去做即個保育嘅工作咯，所以陣時我人做遮濟嗬，甲無好人講話，甲無好人講即個白日狗嘅故，即個數即個故事。話慢慢我拔掉伊人殺咯，阿屌你使講運拔我誒，換咗拔路啊！屌，伊講安怎你是困咧坐馬本？你無換應該是換掉狗啊！你去沙巴幫就無拜拜，是不是啊？換掉伊。哦，這個是頂擺到 Facebook 看到人 like 伊嘅 page， 有就奇怪哦，我到圖書卡講安怎奇怪，有人到圖書卡研究迄個目鏡狗，因為有時候爬山，本來拄着嗰啲，你家己本身冇興趣啦。有時爬山看到咧狗，伊只無聲，伊真正真乖，真掂，伊看到人會走嘅，無聲咧，學過嚟狗啊，會搶你物件，搶你啊，係甲怪難。你叫怪難狗啦，已經叫。即叫只曉目鏡狗，你叫做怪難狗。有咩意思？曉目鏡狗？你是怪狗，我啦，阿爸就見招，見招狗，做人狗嘛都，難開就，了，講㗎，我即係狗係了。哦，了，我到 Facebook 看到伊直直寫到啲 Facebook 嘛，講用去研究隻狗，我咪興趣哦。有一擺伊個頂個比賽有一個啥個展覽咯，我咪去隨伊。哇！伊講我半點鐘啊好啦，啥？我話有藝術本啊，容易。你其實這是老狗子是你家己開始啦，แล้ว你要成慢慢去吹人，แล้ว你家己討到伊嘅類型，你開始去吹人嚟鬥下手，是唔是？對，嚇，我人討到類了吼，我人梗係做迄個研究嘛，像我人一拜時吼，我人愛用而家無相嘅物件，像迄個望遠鏡啊，望遠鏡叫啥物啊？我跟你話碰鏡，碰鏡，對啦，正正咁碰鏡，碰鏡是幫到啊。迄個叫啊，我記得迄個碰鏡啦，碰灰鏡，嗰個吼。看會見，碰灰鏡嚇，碰灰鏡。如果即係白鴿狗吼，伊甲迄個怪人狗有淡薄無相似吼。怪人狗咧吼，伊人食物件是佚佗咧，是佇塗骹誒。但比即個白鴿狗咧，伊是佇樹叢誒，真正懸誒。所以我愛用迄個碰鏡來看伊人，然後我用 GPS 對伊人。你看我更加會知即個白鴿狗伊人行誒位路愈大，然後咧吼伊人食啥物件，伊人嘅頻率是對。然後我人咧吼。像斬樹叢啊是啥物啊，做甲伊人啊吼，點點去對影響到伊人咯，所以我人愛夾遮濟無相嘅迄個data咯，迄個故事個了啊，然後慢慢吼，我人夾來，我人愛錄起來，我寫起來。攏足久去山巴一道。我人把路吼
無特字啦，古早是特字，特別baru是 RMCO 嘛，RMCO 我人嘅團隊嘅細淡薄，特年咧我人本有無好嘅人入來嘅，無好嘅人啊，嗬，把你國家嘅人入來嘅，特別baru是 RMCO 人，所以baru我人入巴咧，嗬，一禮拜應該是有四節甲五節都無上人入咯，所以我人冇。你咪上這人接誒成個差亂地樣嘅事啊！袂使，我人定定接嘅時啊，嗬，我人是2叫還是3叫人接呢？然後阿叫 join 我嘅時咧，嗬，伊8成哦，然後我慢慢 train 伊起來，我教伊啊，按怎拔迄個老狗啊，迄老狗有名喲。哦，你伊8時老狗講，哦，這是我朋友嚟，毛直。講到要穿上衫，所以看到是這是特班來看我嘅。有呀，伊係真嘅啦。哦，有影係件 uniform 嘅啊，哦，對，件 uniform 嘅，我人 uniform 狗是白嘅。成日大媽講，伊狗看，即狗只行人，有時伊看到就走嘛，先往對大滾 BM 樣對一 group 嘅，伊看到我，伊就走迄個，走去30米到40米。OK。那對啊，個3-4個月，伊看到路啊，伊個無驚，伊個慢慢落來。慢慢食啦，伊無青糞。慢慢食。無青糞。嚇。特別我人是無幫伊人嘅，我人甲禽獸吼袂使幫嘅，袂使有含入出嚟。伊人有家己嘅厝，我人有家己嘅厝，我人是接去伊人嘅厝咧吼，所以我人愛尊重伊人咯。這是真咩咯？真重要嘅。我本每日做咩事，你會經到即個會讀即個目鏡狗嚟讀咧。我細漢到大漢吼是蝦米禽獸本暑假嘅，我不是甲抓，我不是甲，我真正是甲抓，只抓，個只抓個掠狗。我畢業了誒，我是做工嘛，做工了吼，了我捌着我爸女嘅 supervisor 咯，我爸女嘅迄個叫咩啊？supervisor 咩？師傅啦。對，我捌我爸女嘅師傅咯。了咧吼，我嘅師傅甲我講咧，佇我人馬來西亞吼無遮濟本地人咧研究我人本地禽獸。像我每路人啦嚇，我人馬來西亞禽獸有蝦米，路人會學蝦米 example。老河。你會學蝦米 example？你就咪話咧，有可能就講我古早啲馬來西亞啲邊咧，我做嘅 festival 嘅，我講是講一種馬來亞嘅禽獸嘅，世界嘅，我有做嘅 festival。你哋叫咩？代表啦。特表掉嚇，是班達啦。因為我是啲邊咧有得播嘅名聲啦，我有做過代表嘅 festival 嘅，因為我就是個代表嘅。真好。上路人咧，爸你人咧阿 John 阿十六生嚇。佢係咪邊一單嚇？咩禽獸啊？係咪邊一單？老河，馬來西亞個有嘅。老河咯，有一人不是在老河嘅嗰面。你到普羅去估條咩？特別咱當今咱成沙巴裏邊顧流河嘅咩？有啊，普羅。顧流沙巴裏有流河呀？有啊，有啊。特別隻招啊嘛。所以就是講要裝住金邦裏邊假人咯。馬來西亞教攞巴隻流河。對啊，巴魯是攞巴隻那隻招了。你真係我是個流河，我是小河嘅，所以我就小。OK， 特別你冇看過，真正嘅老河然後煮嘅無相咧。我唔係。馬來西亞個有上干椒咯，上干椒有啊。除了，個會影看到嚇，個會看到個，你去爬山爬甲深淡薄啊，有陣時你會看到嘅，你未看到伊嘅真正嘅上干椒，你會看到伊嘅搭把咯嚇。斯卡抓。斯卡抓，特別正哦，斯卡抓咁上嘅，斯卡抓是一個講嘅蚵仔係，你樣直做咩去食咧？是斯卡抓是講嘅蚵仔嚟，你做咩去食什巴咩數？特別老狗咪真濟嗬，真濟精。啲我人馬來西亞咧，我人有入辣精老狗，特別唔是老狗呢。人叫咩？orang utan啊 ，gorilla 是 chimpanzee 啊，無尾嘅狗嗬，我人是叫伊人 apes 咯 ，apes means 人猿咯，但係馬來西亞咧有人猿加大人猿咯，大人猿是狗。特別講要哪種啦？一種是有尾狗，一種是無尾狗。
tapi 你人聽清楚，無尾狗咧本就分兩種，一個是大嘅，一個是細嘅，我人叫 big apes、small apes。OK。迄個大咧是像淡阿三講嘅 orang utan 咯，但係迄個細咧是 gibbons 加蝦蟒，係迄個會超怪。咱有gibbon，咱有細隻嘅毛毛狗，毛毛狗，無尾狗，大無尾甲細無尾。伊細隻本毋是講細隻咯，伊徛起來時候本就夠我人一半本誒，特別人佇真正懸嘅樹欉咯，所以馬來西亞有哦，有蝦米？馬來西亞有咧細無尾狗。細無尾狗啊，無是迄個基本個蝦蟆嘅咯。迄個皮康成個伊皮康成藍趴咋？藍趴片啊，藍趴片。迄個叫長鼻猴，orang Belanda orang Belanda，我 sorry sis。我同你講，迄個是真係紅毛狗嚟咯。紅毛狗嚟叫紅毛狗，係呢叫紅毛狗啊。像像你人知 orang utan， 你人知迄個紅毛狗，特別無遮濟人知即個白腳狗，特別幾好知啦，如果是幾好，伊是我知，我是tanjung bunga嘅人啊。等陣要到tanjung bunga嚇，即個白腳狗。我係厝櫃子第啲厝頂位嘅。對，如果伊有錯嘛，tanjung bunga 伊邊錯。伊同我講，伊看到人啦走，我墮浪者，伊看到往一對往行過。哦，伊就真係行去半山。伊接往做行櫃子嘅咯。袂使你看你咯，飼老狗是無好物件嚟嗰陣哦。我唔是，往個藤啊無看嘛，伊第接往個厝行櫃子咯。特別你在做咩？特別你在做咩？伊人爬入去你厝哦。你厝唔記只？你厝唔記只，特別就是飼醫生嘅。有人飼人食，你人係學掉。就是呢個手有人飼啊。打嚟啦，爸爸接你厝哦。明白。所以你有冇同人講？係咪而家冇得對話講？我人講tanjung bunga 嘅老狗嗬，係是幾好飼嘅。忘記咗冚藤啊，同劍。嗰時我細漢嘅時，我父嘅我劍冇似佢。其實嗬，這就普通嘅，咱嚟講者，人哋飼老狗是真普通，人哋人去啊，即個無歡喜嘅事啊，特別人飼土豆啊，買香蕉啊，你看啊，所以就安尼做伊。做夾派人，แล้วเป็น做夾派人夾派老狗。你會使解釋看講做咩事飼老狗？你對人嚟講，是好心啊，飼老狗唔叫飼老狗，但是係咩事唔好咧？去人去飼老狗。OK，if 你飼老狗咧，嗬，你可以人嘅食嘅物件可以人食嘛。特別像迄個怪人狗啊，是即個。白腳狗啦嚇，伊人食嘅物件，甲咱無相嘅。古早細漢嘅時啊，毋知最教我講啦，伊講啊嗬，你佇巴內面啊嗬，失蹤嘅時咧，你看老狗食蝦米，你本嚟食蝦米，這是錯嘅嚇。老狗有嘛，像即個白腳狗嗬，伊是食肉嘛，伊是主要是食肉，特別伊本有食花甲食果子。所以你飼伊食咖喱呢，還是飼伊食迄個土豆，還是蝦米嗬？會做甲伊人嘅巴肚啊嗬，會流屎還是看白嚇。那個就去啊，什麼有款去吹，當人先生什麼有伊巴肚。特別唔是看白嘅哦，像咁啊，幾好講嘅嗬。OK，迄邊嘅tanjung bunga迄個白腳狗嗬，伊家入人嘅厝嘛，即係人飼人食，伊人家有膽嘛，所以辦法咧嗬，人甲伊人嘅伊嘅。接觸較濟嘛，所以咧，伊人接觸較濟，所以咧，嗬，有陣時會相跑，唔是老狗甲老狗相跑，是人甲老狗相跑。เรามาให้เจ้าคนนี้ฮะมัน所以咱普通嘅人啦，咱人飼平常時開始飼老狗食，開始是飼係咩物件啫？但係你講飼。gardenia，什麼落地啊？食落地，哇！你high class 啊？你 high class 個隻 gardenia。其實我每你人淡仔聽到 ice cream， 聽到 cola， 聽到迄個 gardenia，內邊是有蝦米？有一個較重要嘅物。糖。
藤掉哦。我迄個藤嗬，啲老狗食咧嗬，伊人會變只 hyper 要就。哦，食個彎地很多，食個老狗本就是 hyper 啊。伊人 hyper 咧，伊人會伊人會變做嗰隻錯落去，所以人錯落咧，伊人加去挖人嗬，搶迄個 plastic bag 啊，搶嚟噶。哦，明白。所以阿毛華會咧，阿毛華會嗰粒唔掉嘅咯，因為人細細係時啊，爸爸媽媽傳人去阿毛華會度先，佢唔知佢咩土豆俾見招係咁隻，係是唔掉嘅咯。有一擺我去阿毛華會嗰陣，我到外口要另那買嚟 ice cream 啊，嘛買，驚接起來，哇！即接起來規部嘅老狗對調來嗰度，我講未好調去哦。我冇似，你對我你叫我 ice cream 啊，我嘛驚嘛，掂下狗一個冇對我，只緊了。關事啊！特別人這人關事本嘅似老狗是只普通嘅，變人人是只普通嘅代志嚟，所以不到咱當年學掉一條就真係世界哦。咱世界我當今咱再講老狗只見招一隻見招，老狗未使是算只人討厭物件，咱若是講人較減做咧，會幫助你老狗嘅款咯，但是咱無似。有可能養曉咧，可能養未曉。人未曉去吹物件，只啊，咱似成牌一樣。等陣啊，我還會講就即係幫嘅是，我過嚟講一個真正重要嘅幫嘅。你咪似老狗咧嗬，你唔是做迄個老狗好，本是對我人好。你像老狗會掉病嘛？我人似老狗嘅時咧，我人本嚟掉迄個老狗病。你知？你人有聽過 monkey malaria？monkey malaria？唔係，老西嚟啫。monkey malaria 迄個當人是叫好豬子。我人講老狗病啦，你人知迄個 malaria 嘛嗬，還是 dengue 嘛嗬，是唔是？是迄個普通啊，是蚊嘛，是唔是？你小小看下，迄個蚊啦嗬，去叮迄個老狗啦，伊水嘛，然後迄個上個蚊啦嗬來叮你，所以迄個細菌傳染你知哦，即個是一個大問題嚟，因只一個國家本人叫咧，是人似人咧，你幫佢叮伊人嘅咧，來叮我人咧，我人梗係掉即個病，我係咩係 on 咯。我有人食一吹㗎，可以食嘛？自己傳染掉咯。掉啊！我呢個人嘅病傳開人。人嘅病都係傳開啊！誒，人食啦，家啲你都食見招可以啊，你咪傳開去本咯。掉，你一抽啫，然後你抽嗱三咧，你夾見招。然後你可你會好咪計人拄呢安尼玩啊，就是講。袂使嘛，像我人伫巴那邊做研究嘅時候，我人點本是徛只遠嘅，像5米到10米嘅呢款嘅，像話你有 COVID-19 是唔是 ？COVID-19 有 social distance 嚟啦有 social distance 對，特別 COVID-19 做咩會發生嘅本是因為那個叫什麼啊？就貓咪對，是食迄個野味嘛，食野味咧，我人非法野生動物買賣嘛，而家有迄個病個爆發嘛，所以即係我人迄個是人講，迄個是之前人講嘅，即係冇confirm嘅物件係。冇，迄個是之前講中國有人食別寶，你講嘅。迄個非法野生動物買賣是真係 cause 迄個 COVID-19 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咯，是安尼款咯。了，若是講人當今有去飼老狗嘅人，你要按照 advice 上，你要解按照講咧，未使飼啊，盲飼啊，你買飼啊，樣老狗會枵哦。未枵誒，像你去迄個 Botanical Garden 啦吼，迄邊安尼坐樹欉，伊人是互人飼甲搬大去啊，搬大去啊，所以成排相會咯，成排去咯，伊人咧，伊人笨笨咧吼，本嚟吹食誒，本嚟吹食。我本未看，若是講你成個，你是講即個北京狗，伊本地伊是較無呢，伊較靜嘅，無呢亂成個怪人狗呢。特別迄個怪人狗誒，本地正伊樣誒，伊家己誒本身誒 attitude 本是較無呢，本是一落來怪人呢，還是因為人飼啊，伊食安尼一疼誒，伊甲害本咧，甲變怪人去。伊人本是較怪人淡薄誒，伫巴那邊咧吼，人家人嘅你看咯，你講人嘅囡仔啦甲
叫人甲活動啦，哦，OK OK，燒伊人是安尼咯，然後特別白吉狗咧，伊人較靜咯。哦，OK OK，但我要問即個對嚟啊背啊，係你西班牙人，對嚟嚟啊，等嚟啊，西班牙唔係你哇，佢電能等我看下噶啦。規定西班牙你，但係我看到你想到你畫面未？你若是無想到，我想到，然後看到你嘅名到底你即個 chat 接來是。特別你問何阿俊名啊？伊叫做何阿俊何啊？伊叫做莫靈頭，因為伊個 Oh my god！ 我看到伊個即個 screen name 是 Harry Nipple 嘛，但我看到 Harry Nipple 嚇對 Harry Nipple 咪是莫靈頭咯。What is the nipple with the hair? Nipple with hair 咪是你莫靈頭，所以你莫靈頭啊，你是做咩事？頂到是特別人係是唔是 original？ 係邊個人？哦，得一個。但就半啊。哦，伊咪是在咧白吉搞咯本。咁我是大單就冇嗌。係啦，這單就對，แล้ว莫靈頭你是我叫家隻筍嘢你怪你頂到到底當中啱咧，安怎去加西班牙去？西班牙？我有一個波，然後對我波過來。哦，你波是西班牙人啊？哦，你波是英國人。哦，英國人 ，OK OK。แล้ว你頂到你頂到即係除掉邊啲學嘅呢？我聽10幾年啊。嚇！哦，哇，老將啊 ！The star area 先。誒，按照這個，我吞獎我啊。你吞獎？係咪獎？哦10幾年。哦，誒，我拄到你是數路，我拄到是數路。你唔同班人嘅我啊！你講愛數，我看你愛班人嘅我。咩，但咗你叫咩只字摸就摸。係啦，梗係字摸啦，叫咩？我等嚟噶啦，摸噶啦。你咁 OK，先你聽只字，你記錄按照除掉定到時？除邊啲學嘅咯。哦，你實在想 Google Internet 除物件可能啊？Yeah。哦，有興趣多邊啲學嘅嘛？你到底西班牙久啊未？1年啊。哦，你頂到時到落英國，或者到邊嚟？頂到。到，你斷氣啊？可以哦。零頭斷氣。馬來西亞。哦，到馬來西亞 ，OK。這是老高的那邊誒。還沒老高，你是裝？冇等。有冇點叫我啦咩？我冇看到你邊個隻 L 呢？你猜我點名，你梗係猜我點名，好在自豪同我講啊，我都唔知，結果冇看到四人邊那個歡喜呢。住嚟，冇等啊！你猜看，你真冇效應。我就是咩？你看到我是水入邊，我見到運動。你看到我笨水，我見到運動。有show video 嗎？有zombie。有show video 嗎？那看 video 好先。我冇看到依 video 啊。未使把你個 serve 我 customer 啊未卸妝過，我等我化了妝，我把你個對來，我未 mascara 未牙走過，等我 customer 想借。customer 借 mascara 都冇個保險咯。冇啦，我見我接達到我包，我見我成個亂嚟呢。我就 professional。人真係看吹得嚟。我見我嚟邊衫先，個俾我個，等你跟人夾。好 ，OK，講成時啦，正。แล้วจะไม่ตัวที่西班牙บ่อันนี้เจนี่อ่ะ好聽做咩事今日嚟參望嘅點聲啱啊係咩事點聲啱咯แล้วกู當鋪咪叫你講嘅邊啲學嘅哦係咩物件我冇做 record 掉好似record 掉個當佢 live 㗎啦 YouTube 個
嚇，別使講啊！反正講係啊。那個 off 那個講是 off 那是唔是 off 那個講？誒，等陣啷啊，留舊鏡個了啊，啷有去迄個 chat room 去看有 question。chat room 啊，等陣有一個 chat 你唔知啊？有一個 chat。你 YouTube 嘅 chat，等我叫我頭兩條，我頭兩條。我未過。等陣你我點樣講 ？Monkey，你上面掛人搞啊？阿冇搞。哦 ，Pro 基本下芒，基本下芒，Langgo 是點樣？你白搞啊？白搞，對，你會使念Langer，還是 Langgo 不會使？Langgo 是換哪話呀？伊有只濟意思誒，Hindi 嘅意思是咧嗬，長輩咯。日本啲名是吉林亞名呀？唔是啦，唔是講真啲是吉林亞名，有只濟人講嘅嗬。OK，一般是吉林亞名，特別咧嗬，伊本是甲科學意思咯，科學 means 食香狗咯 ，live eating monkey 咯 ，live eating monkey 咧嗬，伊 short form 是 langer 咯。特別咧嗬，Hindi word 咧嗬，langer 咧嗬是長輩意思。所以是拄好。拄好啦，拄好是上啊。佢杯安尼長咯。對，伊杯咧我是長過伊身軀誒。伊杯咧我伊呢邊啊，手掌呢邊平衡啊，無伊人哋手掌好。係 balance。對。所以人爸爸人家了地頭頂個了，有爸爸媽媽有哪個了啊？伊即個白鴿狗是我未記啊，我就估不到別人嘅，所以我未記咁我捌看過，但應該是捌看過裏邊嘅色。呢邊食喎。老舊知啊，講緊 YouTube 啊，有一個 Langgo 嘅 documentary 有，若是講有啊，你下啲迄個 YouTube 即個啊了，我人會使去看。會使啊，你有家己做啊？攏有家己做。有我人嘅Facebook 嗰邊有隻 video 啊，喺我人嘅 playlist 邊。確定如果佢啊即個阿龍即係 Facebook แล้ว咱放隻 show 嘅release 時咧，係放啲 information 到啲 YouTube 㗎。แล้ว我未看，你要做即個，阿面讀了你家己會讀你嘅博士係咩物件嚇？แล้ว你做即個目的是會做咩？你要學到係咩？真正嘅迄個目的是啥物啦？迄個目的是啥物啦？即個咧嗬是愛 conserve 伊人哦。如果即係話你伊人是 endangered 嘛 ，endangered 意思是會絕症啊，會絕症啊。唔是講愛絕症，迄個是驚人嘅絕症啊！伊是甲別人學嘅差唔多像啦，伊名別人學嘅名甲即個白鴿狗嘅名是差唔多像。伊話咗嗱，就好Malaysia是幾隻，仲幾隻。好Malaysia剩幾隻無人知，你愛知一個禽獸剩幾隻咧？嗬，是愛食長嘅時間是去算嘅，上鳥咧嗬，伊人有無上嘅人，伊人看咧，伊人飛過啊，伊人睡嘛，是毋是？然後上迄個老虎咧，伊人佇巴內面係 camera 嘛，迄個我人叫 camera trap 嘛，and then 伊人過，伊擼甲算哦，because 迄個老虎伊人嘅身軀嘅 strap 是無相嘅嘛，有咧 pattern 無相，有咧 pattern 是無相，特別老狗咧是真正坎坷，即個食hiệu哦，伊人是佇頭頂，是毋是？因我人真係愛算啦。馬來西亞啦，有幾隻咧嗬，你愛幾百人特別算。計只次算掉。免說你特日早起7點你起來，你入巴，然後你行迄個特定嘅路，你行咧嗬，你看到迄個隻香狗咧嗬，你翕小影，你愛算，你翕小影啊嗬，你能看到伊嘅目鏡，伊嘅目鏡，人嘅目睭嘅目鏡嗬，隔了無相嘅，OK，即是你 identify 人嘅，就係講對，所以你愛算咧嗬。是真係真正濟工，所以話你個無人知咧，嗬，無教佢會個啦。因為我見你個尖叫嘅梅料就是啷一巴是咧，啷是到底接得是兩巴。我人 start 嘅時咧，嗬，啲邊人下面巴本接過啊喂，邊人曉本接過，無地家得阿婆嘅刷本接過，得老伯行嘅刷本接過，啲 mainland 做獨管啊，就一隻會本接過，特別話你咧，嗬，我人
藤原嘅使。較濟氣嘅。啊，較濟氣嘅是做獨管咯，迄個獨管刷攏有聽過哦，比多多數開，迄個獨管刷加迄個的蘿蔔坑咯，即係攞嚟為咗是permanent site咯，我小小嘅組織嘛，我人唔是講只濟人嘛，所以我人愛慢慢 train 人咯，唔是講我你愛做會使做了嘅，我人愛 train 人，我人愛教人做，所以你愛 train 差唔多一季節，快點接去，好迄個白腳狗看到路伊人白路伊人白色啊，白色啊，你是18歲老狗嘅是唔是？18歲老狗，我有人去影哦，好啊，18歲老狗。呢部冇18歲老狗啊！人是專業啦。我是想你面做工，你第日節下，你老狗俾見做，所以都計 share，一日隻換見做。是你看啊，是你看老狗啊。特別唔是講只影啊，有只濟人問我做咩18無事做去做嗰塊物件，特別啦，你講我啦。做嘅，只你規個口帶你做。唔是啦，我是做嘅啦，我自己做嘅。一堂博士就是我想你一人笑呢，然後我想你叫你嘅像怎麼阿 John 妹嘅嗬，最終嘅目的是啥物咧？是咧，如果人無做咧，無人去做咧，像嘅，如果人看到一叫人去研究留好咧，像我人講人研究留好咧，你會 feel 講哇，研究留好啊好了咯，特別做咩？你人聽到即個查甫去研究白腳狗，你人會笑咧？我冇啊，我冇笑，我咁樣都勁勁嘅。你笑者是人看老狗咧，嗬，是派絲加趣味加係咪啊？龜骨豆。龜骨特別龜骨是人做出來本嘅，當時是。你人笑笑看啦嚇，喺馬來西亞嘅老狗啦，嗬有接力整老狗嘛，特別擼嚟擼少了，然後我人整個東南亞啦，嗬排第2。第一隻老狗整嘅國家嚟，特別咧，我人地人咧，嗬買bằng迄個線去關心伊人，我人關心迄個大象，我人關心迄個老，特別老狗咧人笑，人美人，特別真正咧嗬，伊人扮演嘅角色是真正重要嘅。無老狗咧，我人嘅怕人。你有即個白鏡狗，你講你驚叫隻白鏡狗嘛？ OK， Lulu 伊會笑應哦，嗰時你幸福時都 show 人看。係咪啊？人看呢句啊，你自己。咁我睇我內邊衫都未見啊，咪冇看啲花啫嘛。這個是白腳狗咯，所以這是跟那檳榔狗有呢哈。是檳榔狗有，我人嘅西馬咯，and then 個閃地個緬甸咯，對。證明這個老狗白腳狗一直在搞笑豬，檳榔這個愛你會在度笑過來。譬如話特別我人邊啲愛倫嘅即係白腳狗嘅整咧，嗬，狗我人面咧嘅整好似冇上，可能叫所以檳榔嘅整是跟阿檳榔嘅本身唔會啦。查某嚟，我同你講，查某等係你叫做老狗子啦，叫老狗子。檳榔嘅咧，檳榔嘅你別使叫白腳狗，你對佢好 special 咩啊？所以咩個依個名咧冇講嘛，你對佢係叫做 contact lens 狗啊，係咪 ？contact lens 狗。contact lens 係多地。你 feel 到個 atas 同冇個 atas 啊？你估知嘅。我哋講嘅 island 嘅 atas 不啦 ，OK， 冇事嘅。特別同埋我講呢個整啊，嗬，啲學經我唔知有即係字哦。Actually 啲你 island 嘅 mainland 嚟啦，呢個整 species 所以有時 subspecies。哦 subspecies。subspecies。唔知學經話叫咩？以前整啦，以前個叫蛇精蛇精嘅就伊唔是豬排，伊是半排啦。伊是咩？伊唔是豬排，伊唔是要豬排咯，伊 mainstream 嘅係啦，要半排咯。對。所以我搞所以你可白腳狗咧可叫，你咧使叫半整哦，半整。半區嘅半整嘅冇聽啊！要切你半整咯，要切你哦。上半間 island 咧，能夠嘅，個冇上了，面咧你都冇上。所以你是講全世界有出獎，還是近納啲馬來西亞有出獎？全世界特別即係白腳狗是啲馬來西亞上地加緬甸嘅，即係三個國家嘅。所以我會使講全世界啦，面是分布地區啦，你看到。所以你講佢哋講大馬是東南亞擺第二老狗整嘅國家，我諗馬來西亞。
頭一個咧，頭一個是在什地啊？頭一個是印尼。哦，印尼嚇對，印尼嘅節巴對。講下印尼有差唔多60整嚇，所以我60整啊，哦。然後我人拜地賽是越南咯，越南有接過。越南。對，所以是真正你咁淡薄就可能變第三個咯，那是咱有對咯。等幾整？但我冇聽到越南幾整。apa tu? Jap ko. Oh, jap ko. Yo lang yang mấy su à. Nếu tại bên này Malaysia lang sẽ giang su mà lang con là khoan em tự. Ai nó cái giang su là gì咋吧？giang su都未知。一定可以寫。等陣，特別係紅絲特別可以寫。係寫。我俾講什麼？但每晚學幾個數，這禮拜冇講幾個數。你啊，要計新嘅人會準備來知哦，我打很正久啦知哦。哦，如啊，我最近有一個啊，我同你講，最近我一個我家己親身體驗嘅啦。你問超嚟告訴人講啦，鬧搞聲啦，自拜，嚟咁樣講。講。嚟講。你講鬧搞小鋪嘅食先咯，鬧搞小鋪嘅食先喎。會使你使梅嗎？你等陣我俾齋，就是講嚇，係你20。冇，人講係你個一個半排嘛，特別係你白鴿搞整入面個半排，因為你半排是成個變成 island 嘅即係老搞整個半排出來個冇上架成個講特別你貴庚嘅，貴庚搞嘅，因為後面唔見，後面警察冇上，伊後面唔見冇上咧。伊人是食有淡薄冇上，一隻係垃圾冇上邊。伊食有淡薄無相，甲伊甲食甲大有淡薄無相啦。特別即個研究咧，吼是2008年做誒，所以是真久了誒。所以無如咧，吼我人舉即個information 咧是就 share，但特別咧，吼我人愛甲濟人啦，本地人是最好啦。入來個研究看是毋是真誒是，嗰是分派還是相了誒。如果特別睇啲乜物件。所以做咩我人愛研究咧？我人研究伊人咧，毋是講食飽無事做是看爾誒，是有只濟工誒。你愛學，你愛讀，แล้ว咧吼，你愛真正誒看伊人佇做啥物。所以你舉着伊甲了伊 data，伊人食誒物件，伊種誒物件，伊人誒路線啊，伊人誒厝落大啊，即個甲了伊資料咧吼，你甲會白白甲迄個政府啊，還是甲無相誒迄個 NGO 啊，白白甲做無相誒物件去保護伊人咯，嚇。是這禮拜，等前兩禮拜嘅節目嘅咧是講會保留掉老教，保留掉邊啲學緊話。這禮拜夠意思呢。博士，頂一禮拜是保留但是了嘛？保留但是了嘛？冇意思，是唔是？你會使笑啦，或者講邊啲學緊都是上嘅物件啦，是愈來愈少，愈來愈人白伊人，愈來愈人。講伊人嘅個事，互伊人嘅子子孫孫聽，所以我人嘅責任啊，我人嘅責任是真正嘅保護伊人啊。對。你老狗子啊，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會使？迄個老狗啊，伊是上個一個家庭，甲是一隻老狗王，了真正有無？伊是安怎嘅？OK，這個問題有意思哦。OK，像這個白腳狗啦嚇，你看這個相嚇，你若會使幾出邊咧會嘅。你看這個嚇，你猜看這是爸是媽媽？我猜是媽咯。你猜是媽，我直接愛猜。應該是媽，應該是媽好，家啲人猜是媽，對唔對？特別是表爸。伊是爸來。所以這個白腳狗咧，嗬是上淡仔阿三垃圾講嘅咯，伊爸爸有一腳咯。特別咧，嗬，一腳爸爸咧，會使有3、4腳，還是5、6腳毛咯。哦，甲定到國際等人上。對。又唔是monogamous嘅啫。對，你家陣係你生蛋腳啊邊啊，生腳。對。老是啲款咧。特別咧，嗬，特別有一項物件個無相似嗬，迄個乖人狗嗬，伊個。group 啊，嗬，會使50隻，還是60隻咯。特別即個白腳狗咧，比濟啦，你會找到是20隻呢。哦，你一店入面有20隻，你冇那大店。嚇，你冇那大店。所以人啊，一刀是生幾隻？啊，一刀是幾隻？像人嘅你看到有，但是我人會使有雙個個體，我會使特別隻少啦，隻少，伊人是10隻。樣一年生幾刀？
伊人一年会食一刀呢，还是有陣時是兩年伊有新嘅時候，伊有囝嘅時，伊是做久嘅生，做久嘅食。OK， 伊人有囝嘅時候，伊嘅 baby 伊大，伊人嘅巴肚內面吼4個月半到5個月，差唔多一半人嘅一半咯，人一半，人嘅一半，所以伊嘅媽咪有新嘅時咧，伊人是真正敏感嘅咯，伊媽咪有新嘅時咧吼，伊會大較肥啊，較慢咯，所以伊人嘅爸爸啊，是伊嘅安弟啊，是姊妹啊，伊人會白白保護伊嘅媽媽咯，所以伊人看伊嘅 baby 咧是真正珍貴嘅。如果伊嘅 baby 是差唔多劍啊，你可能都看一劍嚟啊。伊人較慢。意思是講，樣是，有影就是一禮拜加幾那禮波。真嘅。一個樣嘅規定改。對，所以有一個 baby 出來咧吼。伊安弟安哥啊，伊嘅姐姐妹妹啊，上兄弟姐妹加了去了誒，白白你看攏我來個，咁呢個人咪是上可能冇過時嘅，แล้ว人養起來養爆來，แล้ว本來是罐熱係人食，對，所以有一日咧，我都知道係是罐熱食喎，個紅雞女，個有咧紅菇，腰背，所以特別嗰時有真係是點看啊？咁冇相淡薄。因為嗱是講一生你大波啊，一大波狗啊，細漢啊變大漢了，伊嗲會對伊出去哦。哦，伊關出。這個是正常嘅，所以上往人嘅，你看到你大波囝大漢了吼，伊搬出去嘛。老狗不是這樣嘅，伊大漢了吼，伊爸爸還是媽媽咧，吼對伊出去，還是。伊家己本來出去，伊家己出去咧，放生，然後伊出去吹波，伊吹袂到波咧，伊會 try 咧吼，接別個人嘅迄個厝，別人嘅當，特別是干那趕打波出去呢，鋼嘅人那個是冇嘅本趕出去，冇本就出，冇甲鋼白白出，冇甲硬出，甲硬接別個人嘅迄個做人嘅死波咯就。做死波，因為是紅嘅，所以伊會打波嘅狗啦，伊是做伊是一定內面有一隻大伊打波嘅頭狗，伊有八隻打波嘅哦。有啊，像OK，細漢嘅啦，OK，擼一個頭，特別咧吼，擼本會係。有迄個地字頭甲地沙頭誒，會使沙頭嘅呢？就是講幾那你嘅頂會使白白大上一個電，10隻嘛。所以你會使一電內面有幾那大頭，幾那頭啊？會使有幾那頭，特別大頭是一腳呢。OK，家己幫葫蘆個家己一個，要 backup 咧 ，backup。要 backup 伊成日講伊內面有兩個夾頂，還是三個夾頂，都一電內面特別。冇，伊一個夾頂是一個大夾頂嘅，一個夾頂嚇，但係是幾個夾頂內面，伊有可能有幾那嚟打波。而家伊整，亂了，OK，聽我講下 ，OK 啊，OK。我差唔多冇話可以啦 ，because 我福建話真係未去，往兜下手。OK，個學我講聲，即係真係重要嘅，冇得係諗住攞住。OK，我嘅情況 OK，上咧我普通嘅家庭啦嚇，是一個爸爸，幾個某，加囡仔囝嘛。OK，這是第一個情況。OK，等你囡仔囝大漢了嗬，伊有三條槓嘅嗬，三條槓白白出來，然後你三條槓咧嗬，本白白吹到。一個新嘅家庭再入去，等你三腳槓嘅囡仔咧白白入咯，所以你三腳槓嘅囡仔是別個家庭入嘅嘛，特別係所以嗬，第二個情況是咧嗬，有陣時你看到三個槓本隻大隻，三個槓本是頭，伊人是白白是兄弟，特別咧嗬大頭咧是有一腳呢，這你唔是 fix 嘅，唔是講 A B C D E 嘅。這是看安怎誒？有陣時看情形嘅嚇，唔是講 A B C D E，唔是講對咯。有可能講講嘅幾那隻公司一個冇嘅，有安尼款嘅情形嘅。有啊，伊人有誒，特別較少淡薄嚇。伊人無選擇，
像一隻寶誒，像一隻寶誒，係咯，有兩隻公誒，依家係兩隻公誒本蛇驚。有陣時爸爸嘅驚個添。特別我爸爸嘅走，爸爸嘅走啊，爸爸嘅走啊，嗰陣啊，對，特別是一條，特別有時講爸爸嘅走啊，白白，醫生出嚟見啊，未講冇正常嘅咩？而家冷嘅話是冇正常嘛？對，冇正常，但特別我教你人講一個point是嗬，正常嘅爸啦嚇 ，OK， 我人講我人唔是講爸爸，我人是講神靈啦嚇，爸嚇，傻爸那邊咧嚇，而譬你傻爸啦，無可能去，安怎講啊？斬掉，OK， 像如果冇人爭啦，冇人去開發會啦，你人看這個都會清楚了，看到這個哦，傻爸是兩嘅嘛？然後人咧就針潮漲嘅時候，刷北起樓咧，伊人搬開去，就踢線。你搬開你刷拜時咧，嗬，那邊嘅老狗咧未出嚟，都就係哦。像伊人是出嚟隨 boyfriend 個 girlfriend 嘛，你看伊人家被亂倫嘛，是唔是？伊譬如講話要搬開咧，伊人冇回去了，所以佢暫時咧，嗬，伊人。baby 啊亂倫咯，所以爸爸愛講，攞你爸個囝愛教悄悄影響業績哦。影響嘅，意思就是講，就是講，有時嗱是講就正常嘅情形嚟講咧，有時是無應該有人哋款嘅事嘅，有時成成是講，人別曉講話爸個走啊，冇人哋款嘅物件是，人哋冇法度就逼掉，就可能係掉，掉可能係掉嘅，所以可能大日做嘅物件咧，嗬，本是影響到呢個禽獸嘅咯，像我人飼人物件食，你是好心飼人，特別你唔知嚟看病，做甲愈甲你驚本。然後你去針潮漲下時啊，唔知你潮漲是唔是即個即係留狗食嘅物件，還是伊人困喺厝？伊人困喺厝還是？我每看伊會笑啦，伊會笑成怎嘅？伊會厝成怎？你誒留目鏡搞會笑。伊會笑啦，因為佢冇笑嘅，伊度笑。伊唔知是，伊是伊無想講成招笑，然後自己嚟為是多啲手掌，佢走嚟走去。又定丟手掌咯，又定丟手掌是搬來搬去。伊人有差唔多3厘加5厘手掌咯。我係幾邊出邊啊？你掉地啊！你掉答我，因為落河是養頭邊之類咧，養情河沙啦。對，叫爸爸妹，好似使冇。落河是，就是咱養學生。伊人不只搞誒 ，OK， 落河時咧嗬，伊人會夾早仔咯，像我人是啲咩賽事，我人看到啊嗬 ，OK， 落河咧，我人家會避嘛，特別老狗咧嗬，是會夾早仔，然後伊人仔咧，耍咯，伊人耍起迄個樹長葉個大位，像我人，即是你樹你頂啊，伊是樹頂啊。去吹食啦！其實我們講本都真係應該去刮佢條針嘅嚟做學生。咁嘅話，你在地方嘛？你需有迄個迄個大針叫德納納斯，唔知你有聽過哦？對，迄個有暑假針嚟，所以定定落雨時，人去迄個針，所以迄個像一個 umbrella 你看咯，所以伊人是搞嘅。迄個長是養大嘅時候就特別有，迄個長一個成咗。成個你講啊，我裡面想講，我到底對謝謝，是你無看過數，等陣我平時有影好看，對，有謝無上嘅長，所以我人見講啦，我看過嘅是咱細漢佚佗嘅時，我嘅你成個自己，伊成個做自己事嘅，可能。伊曉只大只河螺型，對，伊曉大咧。安哥捌看，安哥阿龍安哥捌看嘅，你捌？曉是甲粗粗淡薄嘅，就毛毛嘅你看。哦，伊個係 Kalis Ayer。你說啦，阿 Johnny 是甲粗粗有毛嘅，你看。我甲了，我是甲無毛，我是甲有毛，我是甲了。我無 discriminate 你，我甲了。你個理啊，咯。
趣味咧，趣味。我但係咱講 OK，所以一定，但係咱講到一定了，那邊就成個有。就咁每今日無今日內 topic 呢是講老狗㗎，我無看 email 咩下細啦，冇看 email 咩個丟人了弄嘅。冇啦，只好係樣叫我接嚟。了無我被再講係伊個一定成個講，咱來到看到了伊個狗一定，咱是伊特買是講是無得到講有就是做頭咱無咪，樣特別 study 一個仔啊。แล้วก็จิตตินนั้นมีอุคเลงก็อุความมีเจ๋งเฮงแล้วอุคเลงสิเฮีย第一就係接其จิตตินเนี่ยเป็น做要歸納嚟打波搞啦，gang嘅搞啦，叫打波啦。誒，梅魯啦，成個老狗啦，伊成個來攻擊路嘅哦，伊有蝦米情形大啲 ？OK， 咱自己老，咱去耍巴嘛，樣是驚講咱去去拍掠伊，所以樣驚出來。來 attack 路啊！嗰時係咪有安尼物件哦？有安尼誒傳統嘅哦。成個人家把人倒入去你厝看，你 attack 伊啊，他呐。冇嘛，本地先都冇厝沙巴，就是喺厝啊喎。就是喺沙巴是喺厝咯，你人去沙巴嘛，所以變就入伊厝哦。本地是一會走嘛，特別係咪情形啦，會做甲可以來 attack 路啊。OK，你接拜時候，你看到老狗嘅時咧。你愛注意看，你嘅 body language 咯，你安怎看伊人啊，你安怎行啊，你安怎徛啊，這你本嚟影響到伊人安怎。看你是唔是 threat 啦？看人驚，你是不來。像你看到迄個怪人狗嘅時咧，你看到伊嘅時，你咪看伊嘅目睭，你看伊嘅目睭咧，有 eye contact 咧，嗬，對伊人咧是一個威脅。對咯。未使面寫都冷意咯，然後第二咧，我是未使安針，好緊要，成個威脅。未使做你笑嘅時，你可以看你。你嘅看到嘅，你上解是你係介意。愛呢嘢，係咧。你係講嚟咗，你係講嘅。所以你可以人看嘅時咧，嗬，唔是介人講你小朋友，本是介人講你驚伊。because 啲迄個怪人狗甲怪人狗嘅迄個伊人嘅厝內邊嘅時候，迄個冇驚迄個工嘅時咧，嗬，迄個冇是何迄個工怪嘅出。哎呀，死啦咩咧？琴日 confuse 就，一把當人看到老狗時，我驚時，咱特別呢，come true 啊是。兩件阿 John，總結兩件咧，總結咱注意個卡，咱情馬先嘛。即係情馬就見。你白跳咩？嚇！所以但係當時買 contact， 然後第二是買潮，第三是你買挖伊人，你你看真正認真嘅行過呀。哦，即當然無隻，像咱看到鬼嘅事啊，咱當然無睇啊，唔係講鬼嘅 story 啦，人乜人講鬼都好似熟人講鬼，你話你講講鬼跑到死嘅，是笨蛋報有阿瓜巴煲，你一人講嘅你可能自閉，這是我 show 啊。我就係講咁咪人講就神咧都，誒所以意思就係講你去上班，你對老狗咧，你等你是情馬，你啲惡目鏡，啊唔係啦。喂，你看不會使嘅，特別就近科啦，你第八那邊所以叫啤賽事，近科啊，咪看啦，咪看一把招，咪係看最緊。我咁咪對啊。我嗰啲老伯在你邊啊，佢哋聽到我講話嘅歡喜，人哋笑。唔知熱掉紅哦，幾波紅油啫。誒，這白一樣嘅哦，這等，冇等白人嘅哦。唔白啦，笑咩？我唔知嘛，你冇呢等，成個都是上真嘅咧，白狗。冇 sorry， 我是 drag 狗啦，我是愛情觀 pink color 海條 ，I'm sorry。波友狗啦，你講波友狗？波友冇狗，我是媽媽生嘅，我是個 high standard 嘅 sorry 嚇。誒，我咪會老狗啊，我家幾年？哦，4年。即係白隻狗咧，嗬，伊人嘅活到30年嘅，伊真係是冇。伊這是無數法證，下啲電腦咯，下啲如有 record 咧，嗬，第一等嘅名咧，嗬，有夠30年，即係白隻狗，特別第八那邊咧，嗬，野生世界那邊，嗬，冇比較少嘅 ，because 有天敵嘛，有迄個鷹啊，有蛇啊，是蝦米啊，對，安尼看，我都是靠情形嘅咯，有陣時有咧賣啊，細隻嗬，伊人。
然後你厝迄邊，然後伊人愛過嘅路嘅時，然後和車龍，係，嚇，所以看情形嘅哦，我明白。因為我老狗一細漢嘅時，伊是成個金色啦，然後一結死嘅時就變成個老狗嘅色。會變顏色。哦。但是我唔會，等下要使去做咩事？一見咩啊？生出來像寶貝呢，就金墩呢，生一粒金墩出來。你要回答就回答。OK 啦，睇啦。啊 OK。啊。一細漢嘅時係咱嘅色嘅，啊，所以伊見咩？人看到伊個會看到嘛？像伊家族啊，看英國嘅伊，我看暗數看唔到嚇。你但乜人？講伊人是住樹叢面頂嘅嘛，所以而家伊媽帶伊去甲樹頂嘛，樹叢頂嘅伊食嘅是青青黃黃嘅，甲伊食是香哦。淡薄伊媽未看到伊本咯。你但乜你講種伊個，伊幾回事嘅變黑，啊個兩禮拜時伊度頭度慢慢變黑。兩禮拜。伊綠毛性咧，啊個佢4禮拜、3禮拜呢。伊度慢慢就嚟成嘅摸出嚟。即係呢啦 ，OK。啊個臘月咧就變咗成個伊媽咧食咯。伊摸過就變食咗。但係你人冇嘢做咩意思？你看你食嘅咧，即係你愛講科學淡薄。伊嘅科學名稱咧，嗬是 Trichipithecus 嘛。Trichipithecus 啊 ，OK，Trichipithecus 即係genus 叫咩？genus 啊 genus，伊整啦 ，OK， 伊整啦 ，OK， 即係你整咧，伊 baby 嘅咧是金色嘅，嚇，馬來西亞個有一個迄個隻曉狗是叫 Prebisis， 迄個 Prebisis 無上整嘅啦嚇，迄個無白件啦，迄個 Prebisis 伊嘅 baby 是白色嘅。所以話馬來西亞要搞呢個有兩種咯，一個是 baby 金色嘅，嗰一個是 baby 白色嘅。所以呢個是伊人嘅基因嚟，人嘅基因嚟。等見你摸就嚟啦，蘑菇本嚟咧。嚇，見你摸㗎啦，嚟摸得嚟。蘑菇歡迎。英國點啊？那是不是英國點不啦？就算英國點都冇啲，係佢一個帶啊。阿龍啊，人講 gene 嚇，人福建話俾人家講嘅，那是人嘅結想出嚟。我感覺福建話啦，除咗你字嚟講 gene 就好啦。gene 好啦。gene 是唔是 gene 你整嘛？人講整喎，人講整啊。gene 喎。我真係基因嘛 ，man 本是 gene 嚟。特別咧，福建話咧係講整喎。叫做基因。基因啊，所以 Mandarin 本是 gene 嚟。特別我真係是福建話，特別咧是講你整成嘅嘛。Mandarin 本是 gene， 叫做基因咯。基因啊，特別我真係基因咪是。所以福建咪就係叫做基因咯。冇，你面對 Mandarin 呢，我是講，因為你咪講伊嘅人，像老人講啦，你實用啲就講啦，你整成嘅教慣嘅，你整上面嘅裝咧，整個成個 gene 嘅字。嗱叫做成成整咯。冇叫實整咯，冇啦，都問人食飯揾你冇咩？誒，變咗學嘅是冷嘅嘛，冷係講緊咗咪是使，你成成關，成成整啦，喬毛整啊，就會掉嘛，喬毛整掉，人講整嘛，所以有可能咧實用到對人家己人嘅話嚟講本啊，係咪整啊？整還是整嘛，整嘛整啊，咱福建話整就是幾哪類因素。對，咱會使講 gene，會使講 species。對，咱講整啊，咱有幾哪項嘅整嘅咧，OK，OK， 所以伊 OK 一個芒果一個3禮拜，你看伊度變色就對啊，伊即那胃鏡背脊都無上嘅，伊胃鏡都無去啊，伊胃。胃鏡又無去啊嚇，伊是綠毛成個慢慢射對去嘅。哦，伊是綠嘅咧，冇咧，有你把你整個是白嘅 ，OK， 對。你伊細隻，但媽媽無看到伊細隻嚇，伊嘅目鏡，伊金毛嘅時，伊嘅目鏡是白嘅本咯。伊嘅目鏡是白嘅，嗱，你看到伊嘅 baby 目鏡，不淡薄白白。個粗鼻。
對，然後咧，伊大漢了咧嗬，伊綠毛了，伊生對起咧鵝毛咧嗬，伊咪變咗成伊爸爸你看咯。哦，白皮嘅喎，白皮嘅喎，爸。啊，對啊，伊人嘅皮膚啦，因平常時，哦，伊唔是白皮，伊是皮卡嘅啫。啊，伊平常時是見到時候就是抱咧。是和媽媽抱嗰時。媽媽，好似媽媽，如果伊喺年齡嘛。哦，數齡。所以和媽媽抱。特別有陣時，伊嘅媽媽一食物件時咧，嗬，伊咪巴所伊安啲咯，巴所伊嘅。要奶媽，要零媽，即零媽會啊，有陣時就是講要伊唔是干只伊買零，你要只伊零碗嘅。有陣時就是看情形，有你媽媽咧，伊人看白時咧，嗬，把咧，伊咧冇咧嘛，和伊被白人咯，人上咯，冇零嘅咁先啊，嘛冇零嘅咁先。呢只古零。你食喺九零啊！有一幾回事啊，伊就變大漢了，會 start 成件傳正啊。OK，查某是差唔多3歲半到4歲。哇，你快喎！剛咧愛等個差唔多4歲到5歲，伊人家慢慢出去咯。嚇，冇咁早。特別剛差唔多成 twice of 你人嘅細個人，差唔多。對，差唔多 twice 咯，明白。都如 twice 都見啦，查某見啦，7、8歲就會成驚咩？了，迄個家庭，若是講有3、4嚟講嘅啊，伊3、4嚟講，甲了本是會使成驚啦，安尼款。會使，特別咧嗬，做決定嘅時候，我教我人想。頭做咯，迄個頭做，像迄個怪人狗嗬，伊人時間無相淡薄，伊人嘅頭講下面咧嗬，下底愛聽咧喂，特別咧即個白腳狗咧嗬，伊人家凊彩淡薄，伊人家書本淡薄，伊人時間和平嘅，有投票嘅，有 election，你看到嚇？哦，選舉啊，嗰時你 group 嘅數嘛，大家大嚟。成攻心計，你看到？你想講伊人是北京狗有較，係咪我比較聽你攻心計是最攻心計係咪我比較聽？應該是溏心風暴。溏心風暴嚟使下溏心風暴。我會唔會伊個迄個怪人狗比個北京狗，咱是唔是怪人狗成成本較響樣嘅本質樣較響嘅？使我講啊，佢話你點解你大你嘛？你哦 ，survival skill 嚇，對，特別較響嘅。一隻嘅是講過60隻啊，然後北京狗是個30隻，嚇20隻。哦。誒，你我問你阿龍，但係你講你捌學即隻老狗捌唔出過？啊，對，伊是只捌出頭隻我物件。你是白隻狗還是怪人狗？白家搞啦，學食嘢咯，因為我喺厝邊近年開啲學食嘢呢，就是特別我常常看到我幫工看到樣啥是3隻，多3隻，白白啲幾攞，白白隻幾攞嘅。鋼嘅啦，伊啦，3隻鋼。應該是鋼嘅3隻，白白。你咪珍珠山邊呀？往珍珠山邊，有當時因為往嘅走卡塘啊，開起來是有一個坑一個高呢，有人未起啊，因為真危險，人未起去嘅。常往主家咁先，看到有老狗徛喺邊看到王，上條王嘅。小鋪只嘅時候，看到香啊！你我唔知啦。你我伊人成日有特別暑假食蝦米物件？即個白腳狗嗬有啊，如果講長咧嗬，伫我人嘅隔壁厝邊會使看到嘅長咧，像有人聽過迄個榕樹哦，無花果。fig yes，fig 對，伊人真正屬個榕樹，像我人拜拜是唔是定係去榕樹拜拜咩？榕樹是真大張嘅嘛，伊樹長是真大。對，樹長真大，and then 伊嘅桂枝是細細粒嘅，有陣時大粒，有陣時。我真係個食。桂枝是紅嘅，一種紅嘅，即係咱常常去白山時去挽了一頭嘢嚟食，唔知死喎。迄個是。咱有點白山嘅，係咪？加水嘛是哦。
唔是水嘅，迄個唔是水嘅，迄個唔是水嘅。你開了吼，內面是你會看到一隻細細粒嘅紙。我有啊，樓頂有啊，我一句當今是當嘛，所以我俾佢借了，逐禮拜俾一下來食。像迄個 fix 咧吼，有法國只重要咯，鳥本有食，老狗本有食，我本有食，如果有食，我人本會使食嘅。fix 伊人暑假，啊是迄個。但係是食一條啦，伊是食一個，伊食一個本。伊個本食，然後伊個龜子本食，伊人細細粒。伊花伊無伊有食一張哦，伊會曉哦。有啊，伊曉有啊有。哦 ，OK。即個唔知特別咧吼 ，fix 有食濟種哦 ，fix 啊，so far 我人有差唔多20個種無相嘅5個小無相嘅 fix 了，所以咧吼，fix 個無相地類為本無相嘅。叫咩？無花果啦，當然叫無花果啦。無花果啊 ，OK。花果還是叫榕果咯，還是榕樹會使咯。榕樹是一個你人有聽過榆樹哦 ，rain tree。太平只隻嚇，太平只水嘅。太平只隻。英本只隻。落去冚掉上隻多多嘅樹種嘅。rain tree 白隻狗只世界嘅樹種啦，伊人食伊花，食伊果子，食伊嘅迄個葉個了咯。伊人有經即個種，伊人世界嘅種來做伊嘅樹哦呢，來大啲厝。對，伊人困伫頭頂哦，伊人暗暝是對樹咯。特別伊人厝毋是有一間哦，伊人有一間厝嘅。伊人有差唔多永款咯。所以伊人北海冇厝，吉隆坡冇厝。樣困是安怎困呢？咱人是起了困，安怎困你看，然後你看，哦 ，yes to be。爸爸個嘅，嗱，伊來你講困呢？安尼趴了。對，伊講趴了呢。伊趴。是坐了個趴了。哦，伊捌有成個困起來呢，吊虎成夾落來嘅哦。夾落來地啦，未，伊人食碗呢。人個每個裂掉，每個冇啦，講碗啊，咱有當時咱看迄個 Planet 啊，BBC 嘅節目，有當時樣照面球場頂面嘅嚇，伊照啲球場頂面，同樣無數是拔到啲缸裏面學為一隻，你照人哋超情嘅啫。對，伊人是拔到會啦，特別咧嗬，伊人嘅杯啊是被掠掉球場嘅，我被掠掉球場嘅，你是個嚟 balance 啊？這是無辦咧，我看老狗，伊人嘅樹種係高條咧，迄個是 newer monkey 咯，我人這邊嘅是 old monkey。OK， 我成日講扣啊，新世界加古世界。舊世界咧，嗬是Asia 加 Africa 咯，Asia 加Africa 嘅老狗是古世界。哦。係咧，係南美洲咯，Central America 加 South America。哦。所以愛看都看會到咯。你有看都會到咯。喂，我阿媽管學下等又冇得快啲啦。哦，明白。老狗咯，哇，諗拔掉一隻，烏掉一隻物件，這禮拜老狗。我唔知個老狗本身係新世界、古世界。我想講新世界是去食學個 food 呢，新世界。我感覺有一個真好笑嘅物件咯，因為我古早佇台灣做工嘅嘛，我台灣有一個美國嘅高麗同事過來 business trip 啊，係咯，伊講啊，伊住佇迄個 Rasa Sayang 嘅 hotel 位咯，喺 Rasa Sayang hotel 伊嘅窗仔外口咧是樹種嚟，係咧樹種咧上少有一隻老狗喺啲邊開窗仔咗，所以你講真亂咯，係咧就甲你 reception 講啊，我有樓頂啊，我喺窗仔入邊有老狗啲邊做亂咗咗，你係can you do something about it 咗，係咧你就我甲講歹勢。我未做半行嘅，一個人多啲一邊嘅。你哋寡人走，有多啲一邊嘅。對啊，是兩人去搶人嘅地盤咯。對，係啊，佢隻榆樹嘛，而家對咯。講到這裡咧，我人本差唔多大節本收到一個 WhatsApp 嘅 message 啊，有一個人互我人看，迄個隻曉狗啊，是迄個怪人狗啊，去到伊人嘅厝啊，然後伊人問哦，你人會使嗬 transport 伊人哦。搬人接迄個巴人邊，變得用嘅咯。你愛 translocate，還是你愛搬老狗一巴咧？嗬，你愛
研究遮济物件，你爱知我人诶疤佫有偌济，你爱知一个疤，安尼大诶疤内面会使有几只老狗伫内面生活，and then 你爱看吼，你爱安怎去举迄个老狗吼，伊关事，你甲会掠伊，所以是真正复杂诶一个物件，毋是讲你搬会搬了诶，浪仔，請大伯講走，半杯對落。對啊，你看物件咯嚇。大伯講冇俾兩經，冇俾請咯。經濟資本。俾經濟資本。咁俾佢做咩做？咁俾嚇？哦，你唔知我做抌料嘛？當劍。喂？抌料我隨著老狗嘅時候，已經係到點樣超嚟嘛？你特別未使，嗱特別 social distance。未使 social distance， 老狗，未使同老狗嚇。你快啲啊，快啊！似老狗嚇，未使。我哋 country key。country key 嘅 come Bill， 冇 John， 你特別你查某做伊 demure expression， 看啲一啲你看板板。乜呢？被說先。了啊！等陣我可唔可以再個？所以我當今啊，人本來啊發展人哋這啊嗬，一邊做成邊起厝邊起厝啦，แล้ว人一巴咪是拿來拿少，แล้ว一厝咪是拿來拿少啦，係你當今人當今看到嘅問題是啊，人安怎嚟幫助人咧？除了咪講介了停人嘅嚟發展嘅計劃啊，咁咪安怎會鬥下手對老狗呢？安怎？嗱，我講小姐，我講嘅事啊。啊，你用唱歌嚟講。OK 啦，用唱歌嚟講。OK， actually 我嚟做一隻物件嘅嚇，if 你會 start 教你朋友講我老狗唔是一項笑嘅kiếm笑啊，是你會使講嘅嘢咪有啲幫當做即係人當老狗成啊 clown 啊，嚇，就好笑。啊，上大媽媽講到 OK， 我研究老狗噶，啲人笑，特別研究老虎個冇嚇。老虎咧，人講就哇，研究老虎做咩咧？如果人看老虎係象徵嘛，特別我哋都講老狗嘅人笑到係咪孫悟空啊、circus 啊，是係咪 Disney 嘅戲嘛？即係是 media 好我人笑嘅人嘅身份嚟，所以咧我愛幫助到伊人嘅 ，because 我人唔是政府嘛，我人唔是 politician 嘛，我人唔是講我袂使針就針 means 袂使針就針嘛，所以我人做我嚟做嘅物件，我人哋嘅 advice 人做嘅事咧 ，if 你是一個OK， 你做 podcast 嘅 ，and then 你 try， 然後你講甲濟即係嘛你識減少嘅物件咯，講互人知做講 education 嘅物件咯，像囡仔咧嗬。細漢咧，我人做者做迄個 education 嘅 program 啊，帶囡仔一巴，叫學堂咁講。啊，你有件事 knowledge 咯嚇 ，information 咯，你是知你都別成個亂來。特別第一重要嘅是吼，你會使join 我人做義工，我唔是 join 我人爾，喺 Malaysia actually 有者做，安尼款kiếm小包 group 嘅者做，唔是老好爾，本有迄個烏龜啊，本有迄個。有神馬啊，有dolphin啊，遮濟啊，像我人環啊有一句啥物啊，達根啊馬加達真大嘛，if 你唔捌，達根啊馬加達真大，你袂熟悉伊人誒，你愛去接觸人，像我人咧，我人研究老狗咧，吼，遮濟人看我人像奇奇怪怪，特別我人知我人研究嘅目的啥物，所以我人愛加咗人講咯，加食以後都嘛加叫人熱珍惜喎，對咯，你好少樣，係樣嘢。加晒咯嚇，特別晒樣。無捌都無聽，捌了個會聽嚇，無捌無聽啊，拄了個會嚇，感情個會正，拄着感情個會正。像我人研究伊人誒，差唔多4年吼，我人佇2019年嘅時咧吼，我人做即個手掌橋，和迄個老狗歸落。哦。你是人幾多位？啊，這是伫倒落巴行。Tropical Spice Garden。對。發展了嗬。伊是唔是到啲 Tropical Spice Garden 對面嗌佢喺度講，係咪？你看到咩？有啊。你看到。係你是伊即個 contractor，伊是叫咩名嚇？係咪 contractor？
起即個人 run this project 嘅人是叫啥物名啊？我人咯，我project 邊咧。My question is 人是一個 organisation，我人是 working group， 是一個咩 ？working group， 我人唔是 NGO 個，我人唔是真係 proper 嘅 organisation， 我人是一個。咱唔去討一個 persatuan 呢？tapi 咱討咧 persatuan 咧 politician 會使地雷好啦。沒有，這個東西比較有定義明白。有個我淡薄即係你講。Okay， 我問你，因為這個 project actually I'm running another project. It's quite not similar. Yeah, you very ammo, are you? 講福建話。我想介紹。contractor 是咩嚟嚇？一隻 contractor。冇 contractor 誒，即係是我人 citizen， 我人嘅人家己做嘅。你家己起嘅啦。我人家己起嘅，我人家己起。拄好大啲 tropical spice garden 接過對面嘅，係你叫是唔是？唔是，依啲 tropical spice garden 係差唔多200米前嘅，你看。你那是大單就冇啱來。200 meter before tropical spice garden。看起對。你應該是另外一個啦，sorry。這唔是大橋啊，這唔是人行嘅橋，就唔是 contractor 起嘅，就是啊。你有咩嘅？冇，因為我當時上去見嘅時候，我係 train 我 high heel 嘅 skill 啊。你白淨係 heel 白別人 heel 嚇？原來你未睇咩？希望講，你摸等會使會使推動，但冇物件。因為摸等是跳舞嘅，伊是professional dancer 你是跳舞嘅，所以伊有 choreograph 這樣子無相關嘅 performance，所以你講，那是講你大自然關係啊，鬧交關係，伊會使 design 一個舞出來可能。係咧，變成 education。我講講但物件，甲你分享物件，係因為我大啲舊年嘅時，大啲沙拉瓦嘅係咧 Rainforest Fringe Festival 啊，我就是有擺了一個伊嘅一個。main 嘅 show 啦，因為一隻細 show 嘛，那有一個真大 show 是大加沙拉瓦，一個真出名嘅咧建築師福建話叫咩？建築師啊，建築師咯，建築師，依處嘅人，起樓，基礎書。等陣我講到我做一個 boost， 你那邊衫是偷了嘛？你那邊衫是偷，怎麼開你 camera？ 我唔是，我話你買你啦，人做掉特別物件。做掉特別物件，人 YouTube 看到你隻 L 呢，人 YouTube 人覺得人看面係開，人是唔捌看佢啲四人面啊，人捌看佢啲四人面。冇啦，你條講話我話你變身啊水去啊啦 ，Oh my god！開，你叫我係冇大記錄啊你。唔，แล้ว嗰陣時候我就擺一個舞是跟留學教有關係，因為我有發生嘛。因為我當你學陣時，我都有發現，咱其實咱馬來西亞留教真係問題，特別是orang utan啊，然後就係事啦，有隻人講浸浸下咪咯，所以我做咧係舞其實是個 environment 個保護好有關係。然後當時我都加真濟係你沙拉瓦嘅原住民嗰啲，原住民啊。讓囡仔啊，專門白白做一個舞咯。所以你講老教時，我其實我有一隻 feeling，就你講嘅物件，我有感覺就有感動。然後before MCO 嘅時，嗰一個大啲檳城真出名嘅 artist，我唔知你捌伊叫做李湘，伊是一個 installation，伊做迄個Big for Forest 嘅，伊做 plastic city 嘅咯，是啊。對然後因為佢度做一個 Himbas，又做一個 exhibition 啊，一個展覽。那嗰陣時伊嘅 closing 嘅時，我冇去表演，我只看到伊嘅 artwork 伊嘅作品，我就甲講，我特別愛在邊跳舞，我愛做一個教你跳翻嚟，然後就做一個本是關於人浸長，然後嗰陣時伊老搞就成個無處攤短嘅一個故事。所以其實你講物件，我真正有 feeling 嘅咯。你講話三條orang utan成個人講人保護orang utan 嚇依樣嘅 marketing 嘅 message 較闊啦，然後其實樣經驗對物件把你教務有影響到，是講人冇去講到呢。唔是老狗呢，本是把你欠少嘅了，成個而迄個中油園叫咩？油雞巴，像油雞巴那邊嘅事啊，本是一隻把你欠少嘛，像嗰啲參白啊，個係咩啊？個迄個細細隻嘅流狗啊，碰觸啊，下面不如嘛。
啊，是碰出咩嘅？碰出唔搞，碰出。你碰出搞唔是講會背嘅嗬？即係佢同樣是碰出搞嘅咩？唔是碰出係，而是講碰。佢之類多嘅，我點意碰出搞背嘅喎？佢呀。即係你我無福建話名嚟，我能叫 Colugo 咯。即係你看到。意思係個酋長啊，因為個酋長兩條都看唔到，看到對。哦，即係是順德 Colugo。伊 actually 唔是老狗。伊 gliding squirrel 係啲咩？是老狗，伊本唔是 flying squirrel，伊唔是 rodent，伊本唔是迄個，伊是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伊是 one of the sub family group of primates。所以伊是。Okay， 對，其實而家會淡薄。Because 我真正 suka 看 documentaries 啊，我特到隨 documentaries 啲 YouTube 看，了慢慢了解，我唔知講你個安尼借迄個raw material，可能去隨嗰隻，我特到看啲咩 South America 啦，你係咪㗎了？冇講嘅位。Because I think lang Malaysia 無夠累，然後你 government 無 focus。對，即是咧，像我無夠累，咱累唔使開都累去啊。像我能叫嘅累啊。未準。哎呦，喂，咱去未準。無啦，我講是嗬，像我能去叫嘅累啊，是做迄個一排累嘅了，本是我能家己找嘅累哦。我能夾叫嘅累是 from 迄個。conservation grant 嘅你 Rafford Foundation UK， 所以政府唔是講真正嘅好我人累咯，政府是講你人做嘅物件真好，安尼款呀 ，because 伊人本無budget 嘛。係人會地人會地 end 咯，人係地累咯，你人即係是人會叫人 volunteer 叫咩學嘅嘛？有。像我人有做 crowdfunding 哦，我人做 crowdfunding 攞到了，我人嘅 community 本身真係 supportive， so if 叫describe我人係參與 group 我人是一個 community size group 哦，叫社區科學團啊，咩物件唔知啦。grassroots 叫 community size 咯，所以我人嘅義工家了是這邊嘅人。我好嘅人本有，然後我能做我能會做嘅物件咯。你如果去學堂，就 education 去甲 partner 個學堂咯。有啊，真係，我能特登我去學堂嘅，但係馬路我未去過 ，because 無特登我能去真係學堂嘅，我有去個 KL， 我能夠有去 conferences， 然後去真係會咯。但係馬路 slow down 淡薄咯。你見到都係咪是去online 咯，團啲介紹咧老狗就有對啊，食什麼但什麼沙林沙講暑假看啲 documentary 是唔是？我哋 actually 今年 BBC Earth 有一個新嘅 documentary primates 嘛，我哋有條 feature 喺那邊，但係咧 documentary 喺 YouTube 是看無咯，我哋是有 link 啦，所以 after 我係 send 我記號咯，然後記號會使 send 我有嘢，你看咯。所以啲 documentary 啦，入邊有 feature 到我人另個 project 邊咧安怎起橋咯，我安怎去對咧老狗嘅呢個。起橋係歸來橋啦，是講。歸來橋。老狗子啊，你會記係你會你 donation 嘅 link 啊，然後是人愛關啊，嘛較用咯。我人喺你 website 入邊咯，特別我人 looking forward 嘅是義工較濟啦，咁我人愛有一個人去對呢個老狗啊，所以。volunteer time 啦，你點先對，像人是過外國啊，人愛鬥下手，鬥下手，半嘅，所以嗱，人愛鬥下手，人就俾鬥下手累咯，有話半嘅人就鬥下手嚟辣咯，我哋人出累，有人出辣嚇，搞，學點啊，人阿龍，人咪講義工咁樣講嘅學嘅嘛。我唔就係咁講咯，即係你義工咩？有人就講義工啊，義工對，義工啊，對義工咯，做義工是意思是講是你第亂點聲啦，你行你點聲去鬥下手，人看老狗、水老狗。研究老狗安尼咯，因為其實是有個人已經有興趣咧，人係對人嚟講，佢是寫一個爽爽嘅物件，通去看老狗，然後佢通幫助到讓老狗嘅生命。
真嘅意感唔想，但係你按照講你入去森林去看老狗，成有人用遐畫圖，用去做漫畫，他做你 logo， 對，跳歌啊，咧個嗱跳舞個啊，跳舞個，單跳起來，冇等個掉，人家點起來。你做啊，tapi按照做條路啊。跟住我學兩你聯絡。特別咪係個 YouTube 啦，喂見夠硬啦，真係變到個架硬死。林拿嘅啦，林拿。其他個 fish 啦。硬個別係人嘛。冇，喂硬嘅係是人，OK 是大個。打隻鹿叫你死啊！ENG 小硬啊，定。冇，sorry，我用雜牌布朗嚟做啊 lipstick，OK，我雜牌布朗個做啊，吹短過硬了個正款。แล้วอีกพองๆ嘅，對，個正個，正你係filler สองมา你未曉係咩？個 man filler 就頭正嘅呢。Yes, exactly. 吹俾冚老狗看到按針路係定嘅。natural 個 organic natural mean 好。Yes, exactly, darling. I like it. I like it. Oh yes, Saturday night. 個胖我講到唔知做乜事定到 lockdown 期嘅時候，我係鄧山整啊出來嘅了啊，唔是鄧山馬來西亞整咗出嚟，大隻想要食飯，要食雜物龍啊，大隻。冇吞出咧，我直接上去就擺布窿嘅。OK，諗如可能冚大一時，定部正啱，可能冚大時會梅即係老舊見嘅了啦。等我上佢名蘑菇啊，我唔知就蘑狗，蘑植，我自己蘑植啦。嗰個老舊枝，那個枝，我老蘑啊，同點啊？你有個掛個。掛餃，我教你講，我唔識食我細妹食屎啊！你一掛餃，你一個雷餃，嗱，你人有後尾有 message，後尾個即邊啲學人聽就會講咩？買啦，丟晒先。可能我講嘅冇關係㗎老狗，特別我。但係人哋講有，人講就阿莫話係咩事？成日講 gin 啊，福建話咗，可能實通過這個平台啊，你 maybe 而家成 brainstorm 講誒，這個物件，咁怎去講咧？就係福建，我哋就實平台講，其實 continue 啊，蘑菇啦，嗰隻最頭就福建話是叫咩？哦，蒸個魚，嗱有機會參詳啊，看你物件。對，做之類做十六年啊！會識福建話咗講啊，真正嘅福建話。兩半教王啦，兩有當時有用嘅當時兩半。嗱，你使笑嘛？老搞嘅。因為哈，對，因為亂家己嘅 industry 啊。叫咩老搞先？家家人佢就用做 video clip 嗰時用福建話教人解釋你邊啲嘅老搞面。對，成日講白鏡，只曉白鏡教係啊，你嗰啲是人邊啲人用嘅話嘛？所以亂那是亂有大節有甲老狗有關係物件係，你人是講別人學嘅話人，你會家己嘅 industry，你家己嘅行業係，你會使用你家己，你人是 professional 啦嘛。你人會使用咱家己學嘅話講嘅，成個咱講邊啲學嘅話，邊啲邊啲學嘅，邊啲學嘅咪少講，咱講咪特別咱講嘅是咩正三拜係邊啲學嘅講係你成個講咩bằng ya，咱講bằng ya係面赤擼條是 YouTube 咯。擼條，跟住嚟講，我成日要炸龜啊！這是我咱家己講啦，這是咱家己講，得講有講有條你冇幫助，講鬼一百刀就掉咯，係咪？可能成個人畫面咧。You and two，you 嘛是擼咯，你一掉咪就一條物件啊嘛，叫你擼掉。擼條啦，安尼是擼條。我哋blur here。有你是講笑嘅，冇正經嘅，特別有正字咧，畫生出來嘅，咁了是有堅固、有正經嘅物件嘅，不有得啫。แล้วอันนี้ลองกาว紅音ยังใน screen 嘅清楚嚇，紅音 clear 嘅，怎麼就唔會到紅音係 clear 呢？哦，冇落學啦。
應該 OK 啊，好聽嘅。依邊計清呢，當然。爸爸攞住時間清，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โอเค講嘅平時，你等下個別人咧，讓別人會講，咪成日講 message 啊，會教我哋邊啲學嘅人聽講講嘅。是哦，女人咧嗬，聽即個 podcast 咧，學到物件咧，我人真歡喜咯。如果我人頭一擺參加安尼 informer 嘅 podcast，對，較好講是唔是？安尼較好講啊？是看咯，冇見款是較好講，但特別咧，一講嘅物件較未安尼濟，像有啲福建話唔知安怎講嘛，安尼愛笑咯。但特別咧，最重要是加了人歡歡喜喜，然後會學到物件，然後聽嘅人咧有興趣愛 join 我人咧，不會使講我人我人唔是看老狗爾，我人本是愛學一下濟物件，安尼款個會白保育迄個老狗咯。แล้ว這裡咧掛狗。OK，掛高啦。我講這裡喺你這個平台咧，咱就是講其實我就講福建，咱你哋無可能無八個字咯。但係先大部分比如講，大人不會知道這個知識，咱安怎去甲用福建甲人講下迄物件咯。有陣時人無想對啦，無去講就搞物件咯就，因無想到你無當今後都冇掉啲八會開 podcast 起來聽，哇講狗啊，點半鐘嘅，點正40分鐘講狗啊。對，我來 plan 嘅，特別冇做到，如果冇時間做。拔刀，嗰陣到對嚟。我等人嘅，到對嚟個啦，拔刀個機會個到對嚟第二出。แล้วลูกปัดเต้าลงหอแต่โบลงไงเติมมาแล้วหลังจากที่วังที่ขวัญเอกโจเขากินอ๋อแล้วแล้วลอง做วิดีโอคลิปเสียใส่กันแล้วก็ตั้งสิจะ professionally 用เขาจะอะไรใครเสียแล้วหลังจากใส่เติมเลยใช่ไหมว่าสุดการจะมาเลยนี่新世界故世界我感覺好個半邊半特別龜難搞咧，見到不流狗啊！龜難搞冇講就錯嘛，龜難錯咩？龜難搞佢冇錯喎。錯唔錯？有件事講係屌。錯啊！你講緊了，當見你龜難搞，你個見笑咩？冇唔是，人講唔要緊，但是講有影只會講白白做video clip去 promote 樣嘅老狗嘅故事先，當時比賽用啊。你特別喺學叫龜難搞，把你電台就叫派屎搞。派屎搞。派屎搞叫龜激搞。龜激搞。龜難搞好笑啦，龜難。我講聽有件是邊啲學見audio 10幾年講做節目。有件嘅物件啦，臭落嗰時你跳舞嘅咯，跳舞嘅，你有件嘅物件嚇，人講福建話誒人啦，有件講嘅會調，你是會調嚇，你人就會記啊，所以叫龜難搞，但係調啊，報嘅你當然起啊，人看你把它聽，你到底咧去咧冇歡喜嘅事，你聽講嗱龜難搞啦，龜難搞啦，就是變咗學嘅人會聽到啦。แล้ว即係呢，即係類搞，對杯一個狗哦，對杯隻狗，即咱個 project 甲邊啲學嘅也是想啊，如果你人是喺度 preserve 你學嘅話，人哋講或者人在，可能你是學即個狗，較好嘅 environment 啊，環境 preserve 唔是講咱家己一邊起厝啊，邊關嘅狗嘅了走其實唔會大，係嘛？我係學人在咯，本是。我係做一個上嘅 platform 啦，所以即會使合作，那拔刀會使合作。我隨樣咧，可是因為我哋YouTube 看到一個 clip，就是即個老狗子伊啲 TEDx 會介紹即個老狗嘅故事先。伊講伊介紹講，伊有一隻老狗是伊對頭股嘅，後咧伊學即個老狗一個名，後咧迄個名咧叫做希望。所以我哋聽下就講，哎呦，佢感動呢！伊邊咧就我去到 KL 講 TEDx 點先，伊講起老狗嘅事，伊學老狗嘅名是福建話，所以我就講話，伊都見到感動被考啊，講咯。
哟，好啊，好啊，好啊！咱个来看下啦，咱个合作，咱是上一辈要有心，然後邊啲學件事搞什麼啊？夾小，所以大家講嘅แล้ว就學掉啦。แล้ว希望咱巴刀啊，做那成功了，ก็有機會嚟講，會對嚟教人講句較嘅啦。我就係嗰時邊啲學件事夾點，差唔多2點鐘都講無聊噶嘛。對喎，差唔多2點鐘咩啊？免驚嘿，只แล้วก็只人會悶啊，悶東悶西，只物件講我就係，所以巴刀下有興趣時咧，實對對嚟聽第2、第3、第4、第5集啊，成日講抄話啦，抄話1、2、3、4個啦，一百九嚟講咧就刀啊嘛，所以巴刀係實老狗，佢係講白行嘅。巴刀講老狗嘅幾個數？誒，巴刀可以去看老狗，去算老狗時啊，去點樣講咪去看狗係，去看。100去看狗，100看狗嘅時候，會拄到幾個數。我嗰時候學嘅時候，可能有啲啦，都唔制。都唔制嘅。看到老狗，你看到老狗龜，啲又俾佢。To be แล้ว即係拜我諗嘅特別嘅邊咧，大概就成，但係係羅摩人確嘅看到，當即係拜特別嘅邊個了是裝呢阿龍咯，村阿龍是人嚟咩？冇啊，咩㗎？我有對啊，有對啊，豆哥有對啊，我有對啊，啷個看 video 啊？Because 我看到是人。冇啊。我有睇到啊。哦，未必我變咗掉。OK， 即係禮拜咧，我特別嘅變咗就是我人嘅老狗囝個了咯，一定嘅老狗囝。但我看我嘅基地好唔好啊？就是毛毛隻加老狗子加瓜哥加雷狗嚇，好啦，我 memory 到底嚟咧？個阿三lak沙啦，แล้ว後條阿龍，個有四班嘅唔是四班嘅，是什麼？啊對，四班嘅，四班狗誒磨零對，磨零頭，要話廣告啊，等陣幾講話啫。係咪數？係咪嘅話講？但係講要咪嘅講嘛？接真係知唔知啊？割了咩？冚大聲啊！แล้วก็蘑菇多多ลังกาเวลังกาวีแล้วก็ก็เตาเกอ咯แต่ว่าก็เจ้าขี้一種嚇毛菇那能夠嘅，係你可能啊，唔會啊。OK，今次各位聽眾是聽這禮拜講嘅衛星啊，差唔多2點鐘嚇。呢條路啊，哦，對，未記講啊，冇等嚇對。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咱下禮拜個都嚟聽本來學人講嘅先嚟節目，然後感謝我哋嘅特別嘅，邊隻禮拜聽老狗，把都有興趣嚟講嚇，咁咪再關係嗰啲老狗面嘅，嗰啲會使去即係 YouTube 啲 description 去看link 嘅咧，還是去本來學人就講嘅網頁去看。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等陣忙走過啊！我未記講 YouTube 咪等陣 YouTube 嘅位啊 YouTube 嘅人若是頂住你幫你冇聽 episode 咧，就一邊到邊嘅但係咧一邊但係你靠就都是定看我人嘅 subscribe 定看我人嘅節目，有做現場錄音嘅時候，伊對同地路，但是第一就靜一下嚇，伊對同地路啊。แล้วอันนี้ข้อไหน禮拜再見，拜拜。我冚大，哎呦，赤